集同大家睇下一隻非常罕有而且極具紀念價值嘅勞力士 Submariner 1680。勞力士 Submariner 潛水錶誕生於1953年，自推出以嚟，佢一直係高級潛水錶嘅領航錶款。無論外形設計、實用性能，加上唔少知名人士嘅加持，造就咗呢一隻 Submariner 成為水鬼嘅傳奇。你而家睇到嘅呢一款 Submariner 1680係上世紀70年代嘅產物，亦係 Submariner 系列極具標誌性嘅款式。呢一款俗稱單紅嘅水鬼，產量非常有限。根據資料，1680嘅生產期由1969年起至到1980年停產，而白字版同紅字版嘅比例大概係6:4，所以產量少嘅單紅就變得相當珍貴。呢一款單紅 Submariner 另一個標誌性嘅地方就係見證咗勞力士首批潛水腕錶開始採用 Trip Lock 錶冠技術，錶冠上面嘅皇冠下方有3點嘅標記，表示呢款手錶加入咗 Trip Lock 嘅設計。錶面嘅時錶夜光圓貼就好似藥膏布咁貼喺黑色嘅瓦面上，俗稱藥膏面。相對於現代嘅釘框面唔同，係 Vintage 勞力士嘅一大特徵。而錶面6點鐘方向下面印有 T25嘅字樣，係勞力士喺1998年之前所採用嘅夜光塗料技術嘅標記，可以話係古董勞力士嘅特徵之一。而由1680開始 ，Submariner 就改為1575機芯，獲得 COSC 認證，認證嘅字樣亦呈現喺錶盤上。呢一款機芯於1972年更改為停錶版本，讓調時能夠更加準確，令到呢一款1680成為 Submariner 系列發展嘅里程碑。而你而家見到呢一隻單紅，無論錶嘅面盤、錶殼、錶帶都係對齊嘅，而且冇經過打磨，原封不動咁樣保留咗1680嘅原汁原味，絕對係見證歷史嘅一隻腕錶。無論紀念價值，亦或係升值潛能，都相當之高。如果中意收藏古董勞力士嘅你，又點樣可以錯過呢個機會呢？